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运动选手文珠文。伫日本东京奥运为中华队摕下着女子55公斤级空手道的铜牌。即摆传出讲要来退出国家队，无要参加今年9月的杭州亚运。今年9月要举办的杭州的亚运，空手道的文珠文一直是被列为重点摕奖牌的项目。体育署的规定，2月7日是提交着备份名单最后的日期，但是文珠文并无来申请，这嘛表示伊将会退出掉国家队。伊的教练嘛感觉真可惜。文珠文伫个2014年的仁川，甲2018年的雅加达的亚运，连续2届拢摕到金牌。即摆传出讲要退出掉国家队，这嘛表示无缘来挑战掉亚运女子空手道金牌3连霸的纪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